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新聞重點：南內華達州驚現致命超級細菌傳播警號，醫療系統嚴陣以待。馬斯克 Elon Musk 旗下 Boring Company 地下隧道工程因數百項環境違規，面臨立法機關嚴厲質詢。另外，本地高中生發起大規模罷課。抗議行動背後竟涉及人工智能偽造圖像引發嘅恐慌。喺進入報道之前，請大家先訂閱、點讚同分享，你哋嘅支持係我哋維持製作質素、持續經營頻道嘅核心動力。就先關注同大家健康息息相關嘅消息。南內華達州衛生區域 SNHD 發出緊急警示，指出拉斯維加斯谷地內嘅醫療機構近期發現一種罕見且具備高度抗藥性嘅超級細菌，病例正在上升。衛生官員指出，呢類細菌對多種一線抗生素具有極強嘅耐藥性，一旦感染，治療難度極高，對於免疫系統較弱嘅長者、癌症病人同長期病患者構成嚴重生命威脅。目前，衛生部門已經介入調查相關醫院同護理中心，要求嚴格執行感染控制措施。專家特別呼籲，呢類細菌主要透過接觸傳播。市民如果前往醫療機構探病，必須嚴格遵守手部衛生規定，進出病房前後務必徹底消毒雙手，築起第一道防線。由億萬富豪馬斯克創立嘅 Boring Company，其位於拉斯維加斯嘅地下隧道項目 Vegas Loop 正深陷泥沼。內華達州議員尋日喺聽證會上，針對該公司累積近800項環境違規紀錄進行猛烈質詢。調查報告顯示，Boring Company 喺挖掘隧道過程中多次涉及不當排放廢水及化學物質，嚴重威脅地下水安全。同時，施工現場嘅粉塵控制亦都未達標，可能導致工人同附近居民吸入有害嘅積塵。回顧過去，馬斯克曾經承諾透過呢啲隧道實現超迴路列車 Hyperloop 嘅宏願，連接城市並解決交通擠塞。然而，議員質疑目前嘅運作模式僅僅係讓車輛喺地下行駛，同當初全自動超高速嘅高科技承諾相去甚遠。加上頻繁嘅違規記錄，外界對其管理能力同項目安全性產生極大懷疑。州政府表示將會加強監管，唔排除勒令停工整改嘅可能性。拉斯維加斯多所高中琴日爆發學生罷課行動，數百名學生走出校園抗議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嘅執法政策，以及對洪都拉斯 Honduras 臨時保護身份 TPS 終止嘅擔憂。然而，警方調查發現，呢次抗議情緒嘅升溫，好大程度上係受到社交媒體上流傳嘅一系列虛假圖像影響。警方指出，網上流傳顯示執法人員喺校園內進行大規模逮捕嘅相，極大可能係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嘅偽造圖像。呢啲被稱為深 con 技術 Deepfake 嘅假新聞，利用咗大眾對移民政策嘅恐懼，成功喺學生群體中製造咗恐慌。雖然 ICE 根據聯邦政策承諾為英語能力有限嘅人士提供翻譯服務，並重申學校屬於敏感區域，一般情況下唔會進行執法行動。但係亦都有法律專家指出，喺拘留同其他行政程序中，語言障礙依然存在。呢度加深咗社區嘅不信任感。教育部門呼籲學生同家長喺轉發網上資訊前，應先核實來源，避免被不實信息誤導。喺住房議題上，國會正喺度審議嘅 Home 法案 S.2258 引起咗本地地產界嘅高度關注。該法案旨在禁止特定外國實體收購美國嘅農地同住宅物業，以壓制外資炒作導致房價過高嘅問題。拉斯維加斯作為全美房價上漲最快嘅城市之一，唔少市民面臨沉重嘅購房壓力。支持者認為法案能夠有效保護本地居民嘅居住權益，防止房屋變成外國資本嘅投資工具。
但亦有反對聲音引用公平住房法，擔憂呢一個可能導致針對特定族裔嘅潛在歧視，令部分合法買家喺購房時面臨更嚴格嘅審查。目前該法案正同特朗普總統頒布嘅住房行政命令形成複雜嘅政策角力，未來嘅走向將直接影響拉斯維加斯嘅樓市發展同大家嘅置業成本。接落嚟係今日嘅快速新聞掃描。交通安全方面，北拉斯維加斯發生一宗涉及學生嘅交通意外，一名高中生喺學校附近過馬路時被車輛撞傷，目前情況穩定。另外，亨德森 Henderson 地區今早亦發生兩宗嚴重車禍，其中一宗涉及行人受傷。警方再次提醒駕駛人士，尤其係喺學校區同早晨通勤時段，務必減慢車速，留意路面情況。社區經濟消息。位於拉斯維加斯北部嘅滑雪勝地 Lee Canyon 宣布舉辦大型招聘會，提供大量季節性及全職職位。如果你或者身邊嘅朋友正喺度尋找工作機會，不妨留意佢哋嘅官方網站了解詳情。另外，哈里里德國際機場 Harry Re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近期增設咗多個新嘅告示牌，旨在提高旅客對人口販運問題嘅警覺，並提供求助資訊。呢個係機場加強保安同履行社會責任嘅重要一步。最後，我哋要向社區英雄致敬。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琴日舉行咗表揚儀式，嘉許咗多名喺危急關頭英勇救人嘅警員同市民。同時，2026年度非裔開拓者服務獎名單亦都已經揭曉。多位對社區發展有傑出貢獻嘅領袖獲得殊榮，呢啲正能量嘅故事展現咗拉斯維加斯互助互愛嘅精神。體育迷亦有好消息，拉斯維加斯正全力籌備主辦2027年大學橄欖球全國總決賽，呢個將係繼超級碗之後本地舉辦嘅又一項頂級體育盛事，預計將為城市帶嚟巨大嘅經濟效益同旅遊收益。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多謝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影片，請記得訂閱、點讚同分享。你哋嘅支持係我哋製作影片同經營頻道嘅最大動力。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